有冇諗過一日24小時裏面，你花得最多嘅時間喺邊度？香港人出名壓力大，有冇諗過壓力大嘅來源嚟自邊度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全邁進心理服務嘅組織心理學家 Florence。試諗下，一日24小時裏面，可能超過1/3嘅時間都喺工作上面，你花上大量嘅精力、心力、時間喺工作上面。而咁樣嘅時候，亦都會導致好大嘅壓力。所以咧，大家對於工作上面嘅壓力，亦都係不容忽視㗎。平時日常遇到好大嘅工作壓力嘅時候，你哋會點處理嘅呢？我自己就聽到好多身邊嘅朋友會同我講，會選擇 lunch time 嘅時候約埋3、5知己啲同事出嚟一路力數老闆嘅不是啦，即係講緊可能1個鐘頭嘅 lunch time 嘅時間裏面，除咗食飯嗰15分鐘時間，大部分時間就係互相喺度吐苦水抱怨啦。而同時間可能有啲朋友就會同我講 lunch time 嘅時間，我就算幾大壓力都好，我唔會選擇揾朋友一齊食飯吐苦水㗎。因為我好怕同啲同事一齊食飯吐苦水嘅時候，會導致一啲好多是非問題出現。咁的確又有機會係喎。而有啲朋友亦都會同我分享，佢會選擇做運動。做運動都係一個好積極嘅方案嚟嘅，因為透過運動咧，咁我哋都會釋放一啲正向嘅情緒嘅一啲物質啦，喺個身體嗰度，咁亦都會可以做到一啲短暫舒緩嘅效果。而更加咧，我最近咧亦都聽到一啲朋友同我講，因為啱啱都過咗呢個打小人節日冇耐啦，係咪？呢個驚蟄冇耐。有啲朋友都同我講，佢哋會選擇咧走去鵝頸橋打小人啊。大家有冇諗過打小人通常都會拎啲咩人物出嚟打多啊？我都比較少聽到咧打小人會拎自己屋企人啊、朋友啊、親戚出嚟打。我聽得最多咧就係咧去打自己上司啦，去打自己嘅同事啦、自己嘅下屬啦。因為就係呢個機會都希望可以出氣、消火啊嘛。咁呢一個係咪又係一啲長遠可以解決到問題嘅方法呢？咁呢度咧，我首先咧都想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壓力嘅來源先。其實我哋壓力咧工作上面嘅來源咧，主要咧係分開咗5大點嘅。全邁進係你嘅情緒出口。